今日同屋企人喺度食 buffet，四位攞嘢食之前，先嚟攞支嘢飲先。支莊絕對係懷舊感覺。啲人話支莊好飲啲，大家又點睇呢？簡單分享呢間沙田嘅自助餐，佢其實選擇都算多嘅，有海鮮、長腳蟹、蝦、蜆等等。今日介紹幾個嘢食，分享一下。食個中式牛柳。中式牛柳可以話係近依20年嘅廣東菜嘅一個代表，有少少酸酸味味、甜甜地，仲有啲洋葱嘅甜味。食嘢配嘢飲係最正。跟住就介紹呢個雞翼，基本上家傳戶曉，我細細個屋企都會煮呢個雞翼。咁佢就係落咗呢樽嘢，用個調味，有佢本身嘅甜味同埋佢本身嘅獨特味道咯。細細個學校開 party 咧，一定有呢個雞翼嘅。介紹第三樣呢度嘅好食嘅嘢就係一字骨，切細嚿啲先。入邊鎖晒啲肉汁，酥炸有蒜香味，加上去炸埋個紫蘇葉，好好食。炸到好香，呢個葉配埋呢個嘢飲真係一絕啊！ Cheers！ 中意我哋分享介紹，留言可以快啲過嚟 book 台食。拜拜。最後飲多支，食埋個甜品，完美一餐。